今次介紹嘅項目係渣甸山白建時道寧苑，實用面積係1401平方尺。2017年，我哋公司攞咗電訊盈科 HKT 智能家居室內設計獎項。設計師喺客廳做咗個十字天花，天花上面藏咗智能變色燈帶。喺飯廳，我哋做咗保溫酒杯櫃、酒櫃同埋儲存櫃。我哋亦做咗開放式廚房、噴漆式面櫥櫃。櫥櫃前面亦都做咗酒吧台。設計師係主人房，亦都做咗一排衣櫃做儲存。浴室做咗黑色牆身設計，浴室櫃亦做咗黑玻璃。企缸牆身同地下都做咗防水木設計，牆身亦都藏咗浴室防水電視。如果有咩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樂高設計。